轉凍飲要加錢，相信大家都唔會陌生。但有冇諗過，其實我哋額外俾咗嘅錢，係對成個社會結構產生意想不到嘅社會影響。呢3蚊背後隱藏住一條香港人由細到大都默認嘅社會潛規則。今日我哋就一齊拆解凍飲加錢呢件小事，點樣揭示咗我哋整個社會嘅運作模式。Hello， 我係 AY， 大家個腦海一定有呢個畫面。你喺茶記坐低，望住餐牌，上餐配熱飲，轉凍飲要加3蚊。你好自然咁同伙計講唔該，上餐飲凍奶茶。成個過程快過眨眼，你根本就冇質疑過點解要加錢，因為轉凍飲加錢呢件事由細到大一直都係咁。呢個係第一個反應。第二個反應係照俾，因為唔想斤斤計較，幾蚊就算啦。第三種反應，直接就唔轉凍飲啦，淨係揀一啲唔需要加錢嘅飲品。相信大家都會明白，香港大多數餐廳都會凍飲加價，而接受率咁高，背後其實有一套大家默認嘅規則。其實呢個現象點解會出現？我哋綜合咗坊間最常見嘅3個解釋俾大家。係第一，最直接嘅就係成本論。餐廳老闆會話你知，凍飲杯通常大隻啲，要用冰，材料用多咗，全部都係錢，而且製冰機、雪櫃都要用電，樣樣都要錢，所以加錢係合情合理嘅。第二，習慣論。據了解，幾十年前雪櫃同冰喺香港仲係奢侈品嘅年代，提供凍飲本身就係一種高級服務，收貴啲係理所當然嘅。呢個習慣就咁流傳咗落嚟，變成一種行業慣例。另一個比較常見嘅例子係服務費要加10% 咁，變咗一種潛規則，大家都覺得係應該要俾嘅。所以當遇到凍飲要加錢嘅時候，都唔會太過反感。第三，唔想爭論，直接轉凍飲，唔想煩。3蚊，相信對大部分打工仔嚟講都唔算係咩大問題。為咗3蚊同人拗撬，似乎就唔太值得啦。而呢件事其實網上都有唔少討論，有網民話加錢就加錢啦，只要態度好啲都冇咩所謂。其實唔使講咁多，明買明賣，冇人逼你嘅。連一啲藝人都有份分享類似嘅經歷，好似張振朗曾經都講過話，佢入行初期收入有限，凍飲加2蚊都唔夠膽。另外 YT 周欣婷都提過，以前轉凍飲都會考慮好耐，而家先有凍飲嘅自由。呢啲例子都反映出凍飲加錢其實同我哋嘅經濟能力同社會地位都係有關係。不過講返轉頭，凍飲加錢又係咪一定係奸商嘅行為？其實又未必。開一間餐廳，租金同人工樣樣都係錢。喺經濟壓力咁大嘅香港，將成本清晰轉嫁俾消費者，可能係佢哋唯一嘅生存之道。而且社會係流動嘅，有啲新式冰室賣2餸飯或者 cafe， 為咗吸客會標榜住冷熱同價。呢個本身就係一種市場競爭嘅體現，所以並冇一個絕對嘅答案。但從另一個角度睇，加錢都可能係剝削。有人覺得係合理，有人覺得係冇所謂。呢啲唔同嘅反應，其實都反映緊我哋對公平
合理同習慣嘅唔同嘅理解。大家點睇呢？你覺得凍飲加錢係天經地義，定係霸王條款？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你嘅睇法。其實呢套港式默契唔係一個人就可以完成。你可以想像一下，大家都係冇夾過嘅情況之下，一齊行使自己嘅自由去俾呢個額外嘅收費。久而久之就成為咗大家嘅理所當然。以下我有3個關鍵概念可以分享俾大家。第一，社會默契。凍飲加錢就係一條冇寫出嚟，但全香港人都識嘅不成文規定。餐廳唔使特別解釋，我哋消費者亦唔會逐次問。呢種集體嘅默契大大減低咗社會嘅交易成本。無論你心入邊點諗，但當你用行動去俾錢，已經間接表達咗接受呢套規則，係呢個群體嘅一份子。第二，呢個反映咗面子文化。喺香港，為咗3蚊而拒絕或者討價還價，可能會俾人覺得小氣或者麻煩。大部分人寧願俾錢，都唔想俾人覺得自己喺度搞亂檔。第3樣嘢，呢個係一種權力關係嘅體現。餐廳有定價權，顧客有選擇權。但當大家都接受咗呢個安排，就形成咗一種權力平衡。顧客用3蚊買咗順利用餐呢一個體驗，所以當我哋俾呢3蚊嘅時候，我哋其實唔單止係買個冰嘅一個服務，而係買緊一種社會和諧，一種唔使煩惱嘅感覺。日常生活咁樣細微嘅行為累積起嚟，就係維繫住香港呢個社會嘅運作模式。而好多時我哋往往冇意識咁遵守情景嘅規則。我舉一個例子俾大家，就係去戲院睇戲，爆谷汽水一定係比出邊貴好多。雖然係咁，但我哋通常都唔會因為咁而投訴。因為喺睇戲呢個情景下，我哋已經接受咗呢個消費模式。又譬如另一個例子，試諗下，如果一間茶餐廳突然話要豉油或者辣醬要加3蚊，可能食客真係會反台嘅，因為呢個收費唔喺原有默契之內，打破咗大眾對茶記情景嘅基本認知。所以凍飲加錢呢一個係唔單止係商業嘅決定，更加係一個文化符號，反映咗我哋社會對效率、傳統同交易嘅集體價值觀。講到呢度，我諗起自己以前嘅經歷。有次我同朋友去茶餐廳，朋友叫凍檸茶，但拒絕加錢，結果成台人都覺得好尷尬，侍應都唔知點算好。最後我幫佢俾咗呢3蚊，但嗰一刻我先至意識到，原來呢3蚊有咁大嘅作用，直接幫我哋成台人避免咗個尷尬情況。喺轉凍飲加錢呢件事上面，其實牽連住對自己嘅生活有思考同埋觀察，明白到生活上嘅細節喺社會結構上產生嘅影響。呢種小事放大嚟睇就係社會學。總結返今日講嘅嘢，我哋從凍飲加錢呢個現象學到3樣嘢。第一，日常生活嘅小決定其實都係社會結構嘅一種體現。我哋俾嘅3蚊唔單止係錢，係參與緊一個社會運作嘅過程。第二，
香港人嘅面子文化同和諧優先思維，深深咁影響住我哋嘅消費行為。好多時候，我哋寧願俾錢，都唔想製造衝突。第三，當我哋開始留意同思考呢啲理所當然嘅嘢，我哋就係喺度做緊社會觀察。呢個係好有價值嘅思考練習。佢提醒我哋，生活入邊好多睇落平凡嘅小事，只要我哋肯問多句點解，就會發現一個更加闊嘅世界。最後，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試過最貴嘅轉凍飲係幾多錢？歡迎下低留言話我知。我係 AY，我哋下一封信再見，拜拜。